那我應該是秦人。那我是誰呢？我姓誰名誰？夫人，這是夫人的父母親讓小人轉交給夫人的信和禮物。小人送信已回，呈交通關符節。父親母親的身體可好？母國國君有何吩咐？兩位貴人一切都好，只是念着夫人。如今列國多事，國君望夫人能夠為母國多多周旋出力。我知道了。夫人，芈月來了。你們先下去吧。小人告退。魏良人，芈月，這是王后精心挑選了一些楚國上等的綢緞，給姐姐送來做衣裳，也是想讓姐妹們給宮中添些顏色。王后真是有心了。芈月，快坐。方才離去的可是魏良人的家鄉人？母國來了信使，帶來了父母親的信。芈月，芈月，你怎麼了？魏良人，這是什麼？不認得這個？秦國城池關隘把守極嚴，如果有車船經過關隘，沒有這種銅符節，都需要經過檢驗。若是有貨物攜帶，還要納徵。後宮嬪妃來自各國，自然與母國有禮物往來，所以大王特賜我們每人1枚銅符節，以便出入關卡。這麼說，後宮嬪妃手中每個人都有這銅符節了？低階的嬪妃和應妾是沒有的，原來只有魏夫人、唐夫人、國美人，還有我的手中有。去年大王分別給了魏少使和樊少使各1枚，如今王后手中應該也有1枚。有什麼區別嗎？芈月為何對此如此關心？我曾在義渠見過這符節。魏良人可願教我，如何才能分辨出每個人手中銅符節之區別？把符節給我。你不給我，我如何教你啊？芈月，看清楚了嗎？這個位置是一個魏字，是國名。芈月，可記得你當初看到的銅符節這個位置上是一個什麼字？我記不清了。芈月呀，這種事情你還是不要糾纏進去的好。為什麼？這宮裡是是非非，稍有不慎，就會給自己和身邊的人招來禍患。所以，在這宮裡久了，有許多事不能說，也不能做，裝聾作啞，才能明哲保身。我明白魏良人的意思，我一向做事恩怨分明，絕不會牽連他人。看來，你還是不明白我的意思。姐姐，大王有沒有給過你1枚銅符節？是，大王曾告訴我說，宮中位分較高的嬪妃們都有這樣一個通關的銅符節。拿來給我看看。姑姑，去拿來。是。妹妹怎麼想起這符節了？因為這符節就是宮裡人和義渠人勾結的證據，有了這枚符節，追查那義渠人背後的主使就有眉目了。真的？妹妹快看看，是不是這個？沒錯，就是他。當日我被義渠人劫到義渠草原，在義渠人手裡，我見過這東西，一模一樣。有了證據就好了，
你我可以直接去找大王陈情了。是。既然你看到了那枚符节，你可有看清楚了符节上的字迹吗？我当时没留意，若是知道这东西这么要紧，我一定想法子记个真切。大王，您要替臣妾做主。好了，寡人知道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一群人手里竟然会有我大秦通关的符节，倒真让寡人心惊。大秦的符节绝不会在普通人手里，要么是重臣，要么是后宫嬪妃。王后他们怀疑有人勾结义渠人伏击车队是有道理的，但是这种事情铤而走险是要冒极大风险的，除非那人立令智昏了。新王后若出事，对谁最有好处？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说。魏夫人，若是没有新王后，她是有可能被扶正的。魏夫人就算有此心思，也没这手段。那会不会是大良造？当初他就竭力反对与楚国联姻，这些年他又与魏夫人走得很近。魏夫人和大良造都是魏国人，他们两人在魏国就相识，平日来往密切，也有道理。大王，公孙衍身为大良造，权倾朝野，手中的权力几乎与商君无异。当日先公封商君为大良造，将国政尽付商君，为的是支持商君变法。而公孙衍对国家的作用却遠不及商君。雖然他也戰功赫赫，但臣以為他身居大良造高位，倘若不能警惕自守，卻勾連母國，甚至將手插進後宮之中，那這件事情就不得不防啊。楚離子，寡人明白你的心思，但公孫衍才華蓋世，功勳累累，朝中軍國大事，均離不開公孫衍。寡人相信他對大秦的忠心。那這個案子，大王打算如何處置？先不要聲張，等等再說吧。是。